barbecue 的兄弟们。呀，这个也，咱们不行。我说不了赞语。你说不了赞语？有实力吗？必须有。好的好的。如果你输了的话，过来我弟弟贴面膜。不这个，等一下啊。妈老头，吃胖了嘛就跟俺想你的面膜价格还高点。我才刚开播。那你等一下连过来。我也等着人能够进去。你不摸见那面膜项目，只跟那正俺想你的看我找我查这些的人，不要你妈老总。可以关注一下，大家可以吗？如果你输了的话，过来给他们贴面膜。3局连胜。可以3局连胜。那我输了怎么办？来给我贴面膜啥？开玩笑的。我弟弟让他去贴，给你贴面膜可以吗？不要。别你妈了。要，这个必须得赢嘛。不行。呀，这样如果我输了的话，我做什么？你给我贴面膜啊？我过去给你贴面膜。为什么不行呢？都一样吗？那你说的话，太没有尊重了，发誓边直播边吃饭。什么边吃？让滚出把灯。在直播的时候千万不要吃饭，知道不？没有直播之前好好饱饱吃，这样喝水那是正常。好，那个啊，你说的话，你来给我贴面膜。我来。你输了的话，你过来给他贴面膜。如果容不我让他好好享受一下，可以吗？来你那边吗？肯定我那边来呀。我怕兄弟们真的，他实力大大的有啊。大不大看你自己。不大的话，那惩罚就给我拉2000个粉丝。2000没有，真的没有。那1000个可以，1000也今天晚上很难，700-800随便可以。700-800随便可以。1000不行吗？看嘛，人气多的话我就可以了。今天晚上只有1500多个人，没有3-4千个人。说不定我们两个打 PK 的时候，人气就慢慢会上的。然后呢，做什么？就1000嘛。好的，没问题。成交，我的人气就慢慢就上去了。没问题，可以来1000个粉丝。现在你1万粉丝嘛，我破你11000，好吗？好。你输了的话，马上过来给他贴面膜。Let's go， 打3局连胜。3、2、1，开始。接 ，OK。接了呀。兄弟们，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现在是加成双倍，兄弟们，拿捏试试上起。兄弟们，完了，这是。他求见你们杨龙。杨龙，我这些人俺查你看着他。跟哪弄的？跟哪我面膜项目，你弟弟面膜就这样的。跟哪来？跟哪的？晓得你们晓得，你是搞不懂你做。你在那干什么？没得这种。他就没这动手。那儿子，
不就有提示了？哎呦，那，这不能说。看你叫狼着的，开车的人家，别你妈了，知道的。开车的这大眉毛下去了，这要注意，就不能你到你爸妈的这眉毛也下去。讲到那些点点关注下兄弟们，我的大老婆讲到了那些点点关注下，谢谢你们。讲到那些没有关注的，帮我多多的关注下，好不好？不要你妈了，讲到那些关注没这个关注的直接关注去你们那吧，这才能用这个去团结。我们的帮啊点点关注，帮啊点点关注，藏族这些点点关注，这些个点点关注，你们这些点点关注，没人做点点关注。都是做生意的，没人做点点关注，兄弟们。康巴松点点关注，丁点点关注，丁苹果10 Pro Max 点点关注，桑布点点关注，安阳点点关注，兄弟们。林珠切人毛，切人白毛，切人白毛，吃白毛，吃白毛。抬走了。妈呀，别那去。没事吧？没事，这些啥都没事。如果有事的话，直接方便。确认不？大雄，你说的吗？啊，大雄。说呀。大家看谁的大家听见吗？而且做的家子呢，胖的，而把姐姐在家里呢。不是你不要说赞。我这边说咱又没事，你这边不用说就可以了。你这边好好注意。好好，可以啊，肯定可以啊，那么漂亮的个姑娘过来，反是她跟她贴眉毛，不让她好好贴眉毛。如果你觉得这个姑娘漂亮的话，你们两个以后来给她来买票。你们哥哥实力怎么样？可以啊，牛逼！你开心吗？开心。唱一首歌呗。咱就俺给得起。过来。哎，永头，你把我弟弟加个跟称。讲都没，你别真是不这样不要说。不是你准备来的时候，我们发地址呀，你不会来呀？不是，好，那我错了。肯定错了呀！如果你觉得你到这边，你给他贴眉毛贴完了以后，你觉得我弟弟不好的话，跟着可以拿黑名单呀。对。就跟着往这这里。对了，队长。这太那个。不提对我做个大做工，不要你妈了总。靠干的么？不么事了，这龙神起码的公把满仓啊，公把满仓个，而且公主把的你个俺如果罗了这样的，像你堂前个人这种罗了做听着的，你看你堂前个了都说都叫了面那么的才开的，叫的头都中了嘛，不要你妈了，从那么开的不这个娘的这个头都中了嘛，头都中了，你们我等那龙都噻。罗个搞西巴坡，30多天都没你妈下了公主，干啥干了罗个的。哦呀，好的。哦呀，好的是。对，我输了。我蛮长。刚从他们做的么的，请你等到就去怎么个？等到这里。这了妈呀！这做的不能。别你妈了做卡子而已。老师在做工吗？没有。我在拉萨，俺拉萨要不这人个就不得贴眉毛下去，别你妈了从。我不会给你贴，我要给他贴啊。啊。我要给他贴对吧？对，你跟他贴眉毛，我不用贴，我已经够了。拉萨有拉萨。那这个地方叫什么？赛马场吧人。赛马场。那地址也是加。看这。地址就这个。那就等你带去了。你就看这个阿公，这个看一下。不是。
你去看一下，这个地址转发给你那个发一下。这个地址给他说一下，他就知道。你到这边我们这个打个电话啊，永促。拉萨市城关区扎基中路瑞士富源酒店。听一下，你听一下啊。这个哎，别你妈了，操了！100个，没事的，我们好好的。这个是什么酒店来着？拉萨市城关区城关区扎基中路扎基中路富源酒店。瑞士富源酒店。OK， 他就知道了，他这个文化大的很，马上可以搜着。OK， 怎么回事你？现在知道不？我在搜那个呀。悦城富源酒店。悦城啊，不是瑞城，悦城富源酒店。悦城富源酒店。OK， 不是，拉萨市城关区扎基中路悦城富源酒店。我那个里面，我在公屏上面打一下。我刚刚搜了，搜不到。他的公屏里面去打一下嘛，你同意进去？对。你同意进去？那个悦城富源酒店你不知道吗？你搜搜嘛。刚刚搜了，我搜不到。为什么搜不到这么大的一个酒店？你妈了总。힘은 남바 야미 찌끄리리 노루아 카투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了？不是那个，这要带节奏多的很。那个没事，不用理他们。你有没有实力？哥哥，我们两个打一个小小的 PK。哎呦，有这么多带节奏的话，哥，你觉得有实力吗？他这个我不知道，带节奏什么原因了？你哪里方式做错了？我哪里没错了呀？我就正常去演出呀，正常去。外面去看一下嘛，好好站起来嘛，我错了没有？我让你好好看。我让你好好看，你外面去站一下嘛，你哪里错了没有？没错呀，对，你看没有登记那些给我发这个的傻逼，真的你没尊重来，你比我钱嘛，你比我粉丝嘛，来你看一下来。那些不用理他们，你真的你不用理他们。那些人你越管越多。但我差不多跟你们说，真的是，差不多一年了，一直在给我带节奏。一年没有吧？好像一年没到。成年了，一天在开直播的时候，一天在带节奏，一天在开直播的一天。但我就连头到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你蹭流量，蹭什么？以前头到谁带的啊？你不知道吗？真的。啊，以前头到没好的时候，就我们带的，啊。以前头没有好的时候，你带的是吧？对呀，是我们两个去带的。那他现在会不会带你？他现在上次他连我的时候，直播间什么带节奏这样说都。我不知道呀，真的是你们是哪里我错了呀？然后我去外面去。弟300几把破个3杠的，公路大比高的，不买几3把呢，你将算大比超的，但他洗手个卡了，没弄个，你这么着我的成绩，你都么着你将算他俺这些么不有的的，哈哈哈哈哈！啥个阿达吉隆，没去呢，用个没去呢阿个菜我的，下去呢用个绿的的。那就显嘛的，农民些小个就才呢，你们这空手从么个嘞？你讲顶地人都好好的，大哥。好的。你听哥哥的话，男人嘛，孩子。想支持我的话，想支持的，不想支持的不要看我直播，就你搁哪里滚出去就滚出去嘛。
哎呀，你现在在拉萨吗？我在那曲哥，但我那曲也今天晚上有演出之后，然后就回老家了。哦，好的好的。女人走了是看一下看那个女的来了没有？今天晚上我把她带过来一个女的。为什么他 PK 输了吗 ？PK 输了，她过来给我贴面膜，我好好享受一下。哥哥有的是实力嘛，不会输的，真的。那怎么你哥你觉得我没有实力是吧？我不知道，我没说你没有实力，我没说呀。那我们两个输了做什么惩罚？你说一下吧。你输了的话，虽然我直播间有带节奏这么多，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有喜欢的哥哥姐姐肯定救我的，肯定帮我的。你输了的话，快点，三个儿子输了的话发什么惩罚？不知道，咱想一想吧。真心话没意思呀，真的。大冒险走，大冒险。啊，大冒险。大冒险是吧？大冒险是打，你这次一人都。哦，可以，做大冒险。可以。如果跟你输了的话，刚刚有一个女生嘛，把她不要过来，直接回家就可以了。她不要过来，直接回家。对。啊，这个我辛辛苦苦打过来的呀。这我也现在不确定呀，辛辛苦苦的打呀。好，玩的就是真实 ，Let's go。打3局连胜吗？打一次。都可以了。打一次。我们接面。来，打一次了。对，打一次了。兄弟们能帮忙的帮忙一下，真的闭麦了。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给我上面带节奏没有用，我也没啥说做错过。哎呀，我个零年做你现你做你那这些面啊不才算能用这个结果，就是我查了节奏节嘛对么子才算能用这个节，这些得来喽。小心心莫急，热气就有的话，加油兄弟们，往前上一点，现在下次节奏节的们的粉丝啊这个的可能个他妈都年纪不绝。可能个chân sang song ra jong yin de mas gam sa chi yol mare meze tsawa cher de koron ko mag kan shete chodo de raza jong jong le jinse tik de gam yo mare pe ni ma lo chong yo mare chi so chi tu de fan sa ma nga chi len ni ma lo chong de ga de de choron nyen ko choron koyu la yo de ma sha tho chi ni che song ko panja to so de ha ko so ai shi so kal ro ma mare cho pe ni ma lo chong mare Maji jani maja ngohi taji jani taja chathon guna tanda nroj ma trogin yogo. Churu kere kongo no chon ziler shenzi de gutena na do chur chizon ren chur hile de ya. Shitso kal ro nyamo bon rewa zo gut chen ni koja chela la zon ro gre. Tseno yo je ni churu nya hina loso yin nya ma hina te churu. 最后守住他兄弟们，感谢神之大哥，谢谢。你妈了，这点给偷大姐子的。我这不给他，不得了要吗Parmazaku, pomolema, te pe ni malo să pomo iau nu ațati. Aki. Ta na gniu de păiun la joma. Are. Кричит pe coci să tine. Ni kanshi saga do zore. 惩罚可以画吗，弟弟？那个女生到了吗？那个女生没到，我给她打个卡包嘛。不要，我问一下哥，帮一帮，但是帮一帮这个不换了的话，对我有没有办法了？大家都是这样子，没必要。哎，哥哥，他说那个炒饭换一下子，哥换还是不换？哥不换的话扣1个，换的话扣2个。都可以，但你说了算。帮着我这个挖得起，输得起。你这个是投胎有点厉害啊。这没办法，这大哥有实力啊。大哥有实力的话，前面上呀。大哥说不要换噻。好，他不要换的话，我把他
打电话不用来说，那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你就说你今天你为什么不用来？今天你萨嘎有一个大网红萨嘎阿德帮你了，就这样说。好的，实力大不大？一般般。什么一般般？他现在 PK 结束了，没结束的话真的一般吧。我们两个，你真正想打的话，我们两个惩罚狠一点，所以再打，才有哪个实力好，哪个实力不好，知道？这这是你惩罚，你这给我惩罚的那大一点那种给什么来？你说一下，哥。我们两个头发会长出来的，没事，两个头发安排。我不打这种，真的不打。我不打这种，来，大的不是小的不是哥，如果你输了的话，就放6天就去我的放羊就可以了。啊？回来来我老家去放羊。那你输了的话，我输了，你输了，你输了的话，你过去我老家，跟我妈妈一起去放牦牛，可以吗？我这个发誓，惩罚就是公平嘛。对我妈妈现在在放牦牛，草原上放牦牛。对，我现在那个是放羊那个就别人呀，真的。打不打嘞？打呀！先我找一下。你可以去我老家，可以放牦牛吗？先好好想清楚。打一个3局2胜，输了的话直接过去。等一下，我找一个大哥就能有大哥的话打，没有大哥的不打。那样说没意思嘛。他过去找大哥了，兄弟们，真的。他就这人都是不要你妈了，总。我去吃饭了。我已经那么嘎，就忙把炸嘴上了，上那么大，连你，不要你妈了，这么大。他以后不想玩这个网络时代，对不对，兄弟们？真的，这输了的话结婚了，真的输。你跟我妈妈一起去放牦牛。那他这个惩罚算了，来算。哎，刚刚那个女的是他啊，你给他说。他吗？是他吗？是他准备过来了，然后3个阿多我们两个打 PK 了，我输了。我们两个打 PK 了，我帮你了，你现在不要去了，让他那边去，不要做惩罚了。好的，谢谢。哎呀，好 OK， 不用谢谢，不用谢谢。哎，那个，哎你妈了，像猪八戒一样，见到了一个美女，没事。有一个男的就他夹子大大的这样用，见到了一个女的，没事。今天晚上3个阿都帮你了啊。好。在你不用过来惩罚做。不用做 ，OK。3个阿都你有实力的话，我们两个单挑打。如果你输了的话，我老家去，我跟我妈妈一起放牦牛，不用7天，不用3天，就2天就可以了。如果跟你说了，就我的放羊就6天吗？2天。2天不要，那个去的话就，如果放羊丢了的话，就你自己给我那羊啊。这不是他丢。羊掉不掉我不知道，那我们的牦牛掉了的话，你也赔啊。放心吧，牦牛不会掉的，牦牛是。那羊也不会掉呀。羊是羊，放牛那个他们那个个子不一样，羊那个个子小嘛，放牛那个个子大嘛，狼有的话，放牛那个不怕嘛。你好好想一想，我们老家那边树多得很，树，森林多得很，树，森林里面牦牛去了的话，看不见的话，狼就这样吃了的话，一个牦牛2万多，你配得上吗？恰克林是什么呀？恰克林是什么呀？恰克林不是树，森林。树森林是什么？树森林脑残。狼嘛，真的吗？
对，价格高得很，价格一个我们牦牛一个吃了的话2万多一个牦牛，你配得上吗？怕什么嘛？怕什么嘛？男人怕什么嘛？真的。你男人怕不怕？我看你哦，你的胆子我早就知道了，我这里点赞了。哎呦，我差不多18岁的时候去放羊的，还现在到那个21岁了，我怕什么嘛？狼熊全部都我看过。这带个的跟你妈了，是配给起来了这个的。他输了，让他回家放牛，帮家里人去。看他的视频就知道了。你的长发是什么？你说。你说了的话，你那个前女可不可以洗脚？前女洗澡是什么？洗脚。谁？前任。啊？他说是前女友前任。我没有女朋友，哪里有？不是以前前任有一个呀。对。之前谈的那个。哎呀，我现在在哪去呀？那我怎么可能不在拉萨呢？对，你们杨也是在你们家乡吗？好，那没事，我们两个很简单。呀！那我牦牛吃了的话，你配不上了。你的那个羊那些也掉了的话，我也麻烦有点油。所以就是我们两个就今天晚上做的那种惩罚一个打。什么今天晚上？就今天做的一个惩罚。如果你输了的话，出去马路边，我让你说什么你做什么。哎，马路上面的，虽然我是大网红，真的他们都认识我，这人看完那个。我不是大网红吗？我们两个等级不一样嘛。我们两个节奏你多，说实话。那节奏带节奏是带节奏的，但是呢，你根本就3个耳朵什么都不认识。我这个港直播的名字要顶级，知道不？你们这些网红是新来的一个网了，新来的。以后的路长不长？现在说不定。我这个港直播的以后的路越走越长。我这个港直播的前面有5个路，后面有5000个路，你相信吗？大哥，你觉得我们马路上面马路上面不掉面子呀？马路上面很正常呀。就我们玩唱歌跳舞。我去马路上面去的，让你说什么就说，让你做什么就做，是吧？没得问题。我这个不需要面子，现在需要面子的人就是傻逼，知道不？那个就这样，如果你输了的话如果你输了的话，就马路中间那里睡觉。车子一个都不要坐。你干嘛？你车子一个都不要坐。你就5分钟。你就这样看我。手机架子这个嘛。然后就那个架子，手机放那边那个马路中间，然后就有一个那个嘛穿的那个。这个你想好，我跟你说实话啊，3个耳朵。然后就他们车子到打喇叭的话，你给我打喇叭干嘛呀？我在那长发输了，我在这里睡觉，这样说。不是，这个我跟你说心里话，这个有点危险。如果有人喝醉了开车的话，发射全家死，会撞车好可的，这个不开玩笑。不是的，他们就那个是呢，你就开一个灯，然后就这样带着一下，然后他们我对看不到，万一就这样撞了的话，不要开玩笑啊，这个发射。你马路上就好好刚要上的一个唱歌就可以了，2分钟好好唱歌。大哥多的不说，小的不说，你哥的就拿一个这个，拿一个泡泡，然后就外面去
超哥，求求你了，帮我给一下米饭，我肚子饿的，你就这样说。可以。来，你就这样说。好，你说了的话，我没去。拿过这个盆子，拿个盆子，倒三个盆子里面水，慢慢的倒头上，马路上去，站3分钟。水倒？对。发誓我这个不倒。我要干嘛的？我也参与。但我们2个惩罚。快点问，海拔太那个，这里海拔太高，真的是冷得很。这里海拔也冷的呀。那你也去求他米饭呀？哎，可以，没问题了。好，Let's go， passons，打个3局连胜，别你妈了，这惩罚必须要做到位啊！我走了，都是男人，惩罚必须要做到位啊！你出去，哎，永祖啊！惩罚必须要做到位。如果我这个刚吃把的输了的话，我就拿一个碗，可以求米饭。对，我也可以一个拿碗，这个拿着，然后就说。闭麦。来，开吧，大哥哥，兄弟们开趴！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保时捷私人飞机热气球，大的小的中的有什么礼物上什么礼物，兄弟们加油！你们阿拉做的，你们大人面的没人看你哥哥做，大家给这个点你们个，俺媳妇从嘛白里就叫人嘞，别你们阿拉做的，你们大人面的没人，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十九几把爬松不中的加成卡了，俺的加成卡了。可以，我直接早上饭，你这有什么？热了呀！这我是卡路，我是帮一帮他，就卡路干了些嘛，就这样的，浪费人这样个什么呢吧？但我拿去的有超哥的认识的一个都没有。有没有道理？你妈了走，我也不想破费你们的钱呀。对呀，去。可以，我说的真的。空碗借出来，拿个空。你妈了走，这卡路阿姐用这些的，也是大个同志的呢，啥把西嘛是这样。蒙古人东找这个俺个家人东部开心过，咱你妈这家人俺娃个丫头对了，么人家个光着觉得么人家个开心过，天主个自送节目的，天主个多是我个要做么的，写着妈那抄好了，写着写你，对你妈了做中间的，像你哥哥做。跑到那人呢？打跑的球的，你妈这里三马罗马的啊，看着罗家他们。人的过去进入些的，这个不是说，这个我不能说发誓。真的就怕这么多钱，再就啥嘛这做个些的。我就这样说，我这大皮给我说了，然后这个我这大皮给我前面没说啊，兄弟。你妈了，皮给那个事情根本就没有说，你直接说我肚子饿得很，大哥求你了，我这里面给个米饭。可以，发誓可以的。对我们2个说的是这样嘛。如果我也说了的话，我也可以做惩罚呀。虽然我3个都真的没事，掉了面子，但是没事，但是真的是没事了，说到早惩罚了。就面子设计的跟着一面还搞什么个3个都。面子设计的做你妈，各做你妈还搞的。就是呀。电视看了西巴坡个写稿子掉了西巴坡个现场拉着我们现场做的个人，这连的面子设计的骗着就嘛的绝对能用。来，不要带节奏了啊！这个是你，我们2个打 PK 惩罚的呀，不会掉面子呀。知道吗？那真的求人去家小要么做的么，他说了怕，我对也不嘛是的求人面子要去的嘞，没事。OK。你放大。我到现在没有到外面，真的是你不要说这样的。你拿去哪个演艺中心里面？我不知道。那个女的准备过来了，3个阿东我们2个打 PK 了，我输了，他说那个女的不要过来说了。哎呀，到哪里去啊？但没办法，这个惩罚你自己定的。发誓，不关我的事，这个惩罚你自己定的。Let's go。我们粉丝有没有粉丝直接免费的
在那边，我在外面直接叫一下。这样可以吗？哎呀，大你不要拉，之前你先不要拉嘛，真的。不是啥嘎都，是不要拉什么嘛？上次你请我一个那拉粉丝的歌。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杨大拉些是上次你给他钱粉丝所以拉的。对，上次啥嘎都说过给我拉1000个粉丝。你先放大，先放大，啥个都放大，你们两个悄悄的带着，再任何人都不要拉出来。好。啥嘎都给我点关注嘛。嫌你好好闭嘴，人家要去求米饭，他肚子饿得很。先他们两个休息一下，先他们两个。不要。阿杜，我是你的忠诚粉丝，我真的特别喜欢你，看你以前给你上过礼物。那我也是的，真的是。他们两个都是你的忠诚粉丝。真的是你的粉丝，我特别喜欢看你那个放羊的那种。好的，谢谢。就是你那个，你把那个拿出来那个什么的那个的时候，我经常看你那个作品。好的，先等一下，先我找一下那个草稿，真的是咱。我都知道你直播背景不是有一个那种就是，singing 嘛 ，singing。先他们那边先我给他们说一下，然后就这个了。你去看一下。人碰到了吗？说清楚啊，说清楚。我肚子饿得很，说。直播夹子放远一点。惩罚必须要做到位，你们两个闭嘴。Hello 姐姐。哦。说。你好。但是我那个，他怎么说讲呢？反正我害羞的很。我肚子饿得很，给一点米饭可以吗？说3次。你们的老板是谁呀？我没吃饭了，给点米饭可以吗？我这输了，惩罚输了，然后就惩罚。惩罚输了，客人。惩罚输了，那也可以说吗？反正都可以，哥哥。我肚子饿得很，给一点米饭可以吗？说。给一点米饭可以吗？我肚子饿得很。老板不回答呀，对我又没办法。哎呀，不清楚。你让他去其他地方，我不去。什么我不急？我说到做到了，啥了？你不要说这样，真的是，明白吧？评论上面扣哪里我哪里玩不起？真的是，来，你有本事的话你找我呀，真的。评论上面扣哪里玩不起呀？我说到做到了呀。我不去。谢谢大哥，太魔法了。来，你看啊。谢谢大哥。这个拿过去酒店里面。你这个拿过去酒店里面好好吃。位置拿走了。我不进去算了。对，玩不起算了。对，大哥说的没毛病。哎呀。然后我说到做到了。那这个拿过去酒店里面，你吃好。凡是你等着，凡是大哥有一个大哥来的话，真的是我不报仇的话，我不是人，真的是。这几天我为什么没有票？当时有带节奏多的，然后就没票。没带节奏的话，让我的真的我就肯定报仇。
什么娃呀？本来就是我不记。收到啊！呀，我就是说了，这样超纲里面给老点点关注兄弟们，我们的榜1、榜2、榜3、榜4，点点关注一下，谢谢你们。破费了，兄弟们！咱们再拿去那个营业中心那个康森那个欢迎阿桑大哥！一样。带我走了啊！不要走吧，真的，我没到酒店来，真的。你跟江大那些上次欠了一点点粉丝嘛，那个拉一下。OK。然后哥哥加上你的忠实粉丝拉一点粉丝，这是人的心意。OK。然后港直八的榜1大哥是天竺罗总，你解释一下，那是我看的。为什么我给他拉粉丝呀？真的，我没看他呀，真的是。没事，港直八的榜1大哥是我自己可以拉粉丝，好不好？找到了，姐，找到，谢谢啊，好。别来了，专门干的，去你妈的！哥，或者是白色的666正能量直播，绿色直播，正能量直播，绿色直播，兄弟们，正能量直播，绿色直播，白色的666，兄弟们。搁进去，都可能。好的。多扣一下666。都可以是感谢抖音官方，感谢抖音平台。我是文明直播，我是健康直播，我是才艺直播，我是正能量的直播，正能量的直播，谢谢。哎呀，完了，真的。阿多，你变帅了哦！吃什么呀？我不吃呀，那个米粉。阿多，你现在变帅了哦！你继续想打吗？等下找到了一个大哥的话，我必须报出你。你大哥明天找吧，兄弟。明天这你我今天找不到吗？就是今天找不到嘛，明天会找到的。哎呀。